是这车没错。你们是谁？赵刚，你认识吧？他是我老板。那就没错了。赵刚欠我们刀哥20万赌债，没钱还。这车货现在归我们，你也归我们。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！哥，别动我手，这20万我能还。我有一车去大城的货是10万块。10万？对我老婆，她长得可漂亮了，都抵给你了，你们随便玩。他们正在送货去大城的路上，还有个司机，你就把我。没话说了吧？现在你是老子的了。救我！情况有变，现在这批货归我，人也归我。你他妈说啥？货归你，人也归你！你一个臭司机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！我等着这批货结工钱，钱还没到账，谁敢动，我就干谁！我等着这批货结工钱，谁敢动，我就干谁！妈的，给你脸了！给我弄死他！妈的，给老子上！你想干嘛？钱是赵刚欠，跟我没关系。现在这辆车姓江，货也姓江，再不还，我不介意杀了你。别哭了，眼泪解决不了问题。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去萨城，不管怎么样，工钱我一定要拿到手。不想死的话就顺着我。视线不清晰，不能再看。我们今晚就住这儿。你睡卧铺，我坐着。大川，咋了？你过来。不用，我扛得住。可是我扛不住，我好冷。你想早上起来看到我被冻僵吗？老板娘，这是单人铺不合适。挤挤能睡下，2个人总比1个人暖和，我求你了。你说我们能活着到萨城吗？能，一定能。大川，别乱动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。我知道，但你救过我的命，只要你别丢下我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大川，从你吸出毒血那一刻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老板娘，你冷静点，我救你不是为了这个。冷静？赵刚把我当货物一样抵债送人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大川，我不求你喜欢我，只求你别丢下我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只有你。老板娘，有些事儿过了线就回不去了。回不去就回不去。大川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觉得我很脏？我只是不想趁人之危。你没有趁人之危，都是我自愿的。别动！怎么了？外面有人，不止一个。待在车里别出来，不管听到什么，别出声。大川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动作快点，这一箱油少说能抽大半箱，够咱们卖3000块了。哥，车里好像有人，我刚才听见里面有动静，好像有人在说话。怕什么？跑车司机都累成死猪，醒了也不敢出来。他敢出来，老子扳手可不认人。看见没？这就叫本事。这趟活干完，哥几个找个馆子好好搓一顿。谁他妈动我的车，问过我了吗？
动我的车，问过我了吗？还真有不怕死的，兄弟，识相的就滚回车里睡觉，别给自己找不自在。就是，我们只许油不伤人，你少管闲事。再不滚，老子连你一块收拾！把油重新给我放回油箱里，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到，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。妈的，有点不要脸！大哥饶命，我们就是糊口饭吃。剩饭吃，偷到我头上来了。身上有多少钱？1000多，拿来。这算是精神损失费，再有下次，一人卸一条腿。滚！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我听到外面有惨叫声，我以为你……没事，几个油耗子来偷油，被我赶走了。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我说过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大川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没有为什么，你是女人，他们欺负女人，我看不惯。你说赵刚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是他老婆啊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等到了下城，你拿到工钱，打算干什么？给我妈做手术。然后呢？没想过。那如果我想跟着你，你愿意吗？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江大川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跟定你了。两位吃点什么？我们这儿有招牌牦牛肉、麻辣兔头，正宗川菜，保准你们吃了还想吃。2碗面条。就2碗面。我们的牦牛肉可是一绝，高原散养的牦牛肉。2碗面。大川，要不点2个菜吧，我请你。我昨晚一宿没睡，得吃点好的补补。不用，面条就行。外面来了2个，一男一女，就点了2碗面，抠得很。那女的倒是长得不错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女的留下，男的敲她一笔。这条路还没有人能从我们眼皮子底下空着手过去，就这么办。老板结账。2位一共800块。什么？2碗面要800？你抢劫啊！小姑娘，话不能乱说，我们这是牦牛肉汤面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你这是讹诈！我们吃的是清汤面，里面连个肉渣都没有，什么牦牛肉？哼，我们的汤底是用牦牛骨头熬了3天3夜的高汤，精华都在汤里，怎么不算牦牛面？你们把汤都喝光了，现在要不认账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们用不着400一碗吧？吃不起就别来，吃了就得给钱，你该不会想赖账吧？这是黑店，我要报警！尽管报，后台硬得很，你报警也没用。没钱也行，我看你长得不错，留下来陪兄弟们喝2杯，喝高兴了，这笔账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大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让这妞陪我们喝2杯，吃不起就他妈用肉偿，这是老子的规矩。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规矩。我挨一瓶就没事儿，你呢？我从不吃霸王餐，这20块是面条钱，多出来的就当小费了。你把我们打成这样，20块就想立吃，做梦！你有本事就别走，看我弄不弄死你！张胖子，你要弄死谁呀？我跟你来的正好，这人吃霸王餐还打人，你看我这脸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们讹账，1碗面要400块，你们这是黑店！1碗面400。张胖子，你又宰客了，这事儿我会秉公处理。他讹人不对，但你们打人是犯法的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后悔了吧？王哥可是我的铁哥们儿，你个愣头青还敢用这种语气跟王哥说话？王哥，弄他！有他罩着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讹的是他。是啊，怎么了？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能是谁啊？就一个臭跑车的司机而已。就你大爷！开黑店讹诈到我救命恩人的头上了。救命恩人？当年要不是有川哥在，我早埋土里了。他妈瞎了眼，敢讹他！别打了，我永远不是财神，我再也不跟这种人做兄弟，王浩，
你堕落了。不是，川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跟他称兄道弟，是这王八蛋顶着我的名声招摇撞骗而已。川哥，你咋跑起车来了？当年你家里出点事儿，当年的事儿不提也罢。行，不提了。这回是嫂子。我不是。拿着，路上用。这条路上油耗子多，检查站也多，别跟人起冲突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得顾着点儿。不用，我有。川哥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瞧不起我王浩。当年要不是你，我坟头草都1米高了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够了，多了用不上。这是我电话，到了萨城给我报个平安，有啥事儿随时打我电话。我们赶时间，先走了，下次再聚。川哥，保重啊！大川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怎么会救过王浩的命？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你这个人怎么什么事都不肯说呢？大川，你刚才说你家里出了事，方便跟我说说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就是想多了解你一点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连你是哪里人都不知道。河北保定农村的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妈。你爸呢？走了很多年了。你这次跑车也是为了你妈？我以前觉得男人都靠不住，我爸跑了，赵刚又把我卖了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？明知道赵刚是个赌混还嫁给他？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以为他能改，结婚前他说的好好的再也不赌了，结果呢，婚礼第2天就进了赌场。这些年，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被他卖了，连我妈留给我的金镯子，他也偷出去卖了。到了萨城，拿到工钱，我给你买一个。你说什么？金镯子，等拿到工钱，给你买一个。江大川，你这个人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话会让人喜欢上你的？干什么呢？送货的，从西宁来。老板不在，明天再来。大爷，我们跑了好几天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们先把货卸了？说了老板不在，卸了货谁给你签单？明天8点再来。这人怎么这样？只能等了。赖老板，西宁来的货，卸吧。就这破车，没把我的货颠坏吧？没，路上捆得紧，保准没事。哟，跑车还带个娘们儿，这日子过得不错啊。卸货，当然是。轻点儿，那是易碎品。货卸完了，现在给你们算运费，总共1万2，迟到1天扣1000，还有那箱碎了的瓷砖扣1000，1万块，拿钱走人。老板，你不能这么算，我们昨天就到了，是你没来，不能算我们迟到。还有那箱瓷砖是你们那儿摔碎的，怎么能算到我们头上？你们还讲不讲规矩了？我们当然讲规矩了，但是在这块地界，老子就是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今晚陪哥喝顿酒，那2000块哥就当赏你了。你无耻！没脸不要脸，要不拿1万块滚，要不1分钱别想要。结账1万2，1分不能少。你这话算哪根葱？再逼逼，信不信我对你出上下城？你敢对老子动手？你以为老子这些年是白混的吗？阿青，进来，给我废了他！阿青，亚冠军3年没输过，有他在，你今天别想站着出去。别说我欺负你，你擅长怎么打，我就怎么打。还在哪儿？走。我也不欺负你，你长得这么强壮，想必很扛揍吧？那当然了，3、5个人伤不了我分毫。那我们就比谁更扛揍，1人1拳，看谁先倒下。你疯了，跟阿青比谁扛揍？你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吗？铁打，他站着让你打，你都打不倒。跟我比扛揍，你确定？行，有种，
我倒想看看你能挨我几拳。打完就知道了。来吧，我让你先动手。狂妄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狂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该我了。来！有点意思，进来！怎么会这样？从来没有人挨着我这么多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司机而已，第7拳，该我了。还有人吗？都一块喊出来吧。没有的话，该结账了。有话好说。运费12000，一分不能少。我给。还有3000块精神损失费。对，你们打成这样，确实该给，确实该给。精神损失费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他的。你刚才吓着他了。对不起，我。运单呢？在这儿。签字盖章，证明货已收到，账已结清。你伤成这样，先找个诊所缝针。先办正事。什么事儿比病重要？给我妈几千。钱转过去了，我妈可以做手术了。运费拿到了，这趟活儿算是结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3000你拿着，买个金镯子，再买张火车票回内地，剩下的当生活费。你要赶我走？我不习惯带着女人跑车，不方便。江大川，你觉得我是个累赘？我没那个意思。那你当我是破烂，随手就能扔？不是，这条路太苦也太乱，你回内地找个安稳工作，比跟着我强。回内地？回哪儿？赵刚跑了，高利贷的人到处找他，也会找我。你可以回娘家。娘家？我爸妈把我卖给赵刚，我现在回去，只会再被卖一次。我不是没有用的，你自己看。我不白吃你的饭，我给你当管账的，还能给你找货。我不要工资，管吃管住就行。我就一个条件，别扔下我。行，钱归你管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才不会后悔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货。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打听消息。妹妹，吃糖，还有这烟，给你家里男人抽。我打听个事儿啊。这哥们儿怎么回事？出车祸了还是被人揍了？伤成这样还敢出来跑车，不要命了吧？打听到了，有一批回蜀川的货，是一批精密工程设备，运费22000。这么好的事儿，轮得到咱们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那批货很急，本来早该走了，但藏达的人把货主扣住了，不让他们找别的车。藏达那边那个刀疤脸，他们坐地起价，要货主出4万的运费，还不让其他司机接单，谁敢接就砸谁的车。之前有2个外地司机不信邪，
结果车被砸了，人被打得住进了医院。这趟活太危险了，我再去打听一下，找个便宜点的。我们就接这一单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干这行，没胆量是挣不到钱的。货主在哪儿？就在后面那间办公室。不过现在门口全是藏达的人，我们进不去。走，去看看。他们要干嘛？不会是想抢藏达的单吧？哼，又一个不知死活的外乡佬。哼，这刚被揍完就来抢活，不要命了？我只说一遍，这单藏达要了，识相的滚！让开！你他妈！再挡我，我废了你，信不信？老板，不是我不想发货，咱们的车坏了，在这里又遇到了恶霸，要敲诈4万块运费，他们还不让其他司机接单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尽量想办法。你们是跑车的？听说你有批货急运蜀川，运费2万2。有是有，但是不用管他们，货给我，我准时给你送到。刘经理，你可想好了？他的车能不能开出萨氏都是问题。这，把货给我们，运费按之前说的4万块。4万块太贵了，我没办法跟公司交代。爱拉不拉，反正除了我，没人敢接你这单。我敢。你个外乡佬，刚才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还敢抢我的活儿，捡命尝是吧？我就抢了，你能怎么地？信不信我让你死在沙城？行，我等着。就你这废物，还想弄死我？你的货不是很急吗？再浪费时间的话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货给我，如果没按时送到，我赔命！妈的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我信你一次，现在就签合同拉货。大川，咱们真的要接这趟活吗？那刀疤脸看着是个狠人啊。合同都签了，没有退路，我比他更狠就好。路就在这儿，有本事你飞进去。不过有言在先啊，要是撞坏了我的叉车，蹭掉1块7，得赔5000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，我要报警！别动。这是私人地盘，他们可以说是在作业。安全带系好，抓紧扶手。八脸哥，你别搞我了行不行？这批货再不发，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一家老小都指着我吃饭呢。我再说一遍，4万块，这批货我们接了。4万块太贵了，公司不会批的。那我就帮不了你了，或者等他失败了，你会改变主意。我操，这也能过？牛逼啊！我见过车技好的，没见过这么好的。好车技，师傅，我信你了。这批货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让人装货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装货！谁敢装？谁敢给这辆车装货，就是跟我藏达过不去。以后别想在我溜圈混。这可怎么办？今天必须要发货呀！既然没人装，自己装。谁帮把手，1人50块，现结。50块，顶咱们1天工资了。干！我们正缺钱呢，怕那个球。这是刚才那个刀疤脸干的。
这是空心钉，放气很慢，但是当轮胎温度升高后，它会像子弹一样把轮胎炸开。车上有几吨重的货，如果碰着下坡，我们必死无疑。走。我报警。不用，这笔账等会儿再跟他算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会跟来？这块肥肉，他们不会松口的。是他们。外乡佬，下车！今天你插翅难飞，车留下，货留下，娘们儿也留下，我可以放你一条命。大车！锁好城门，不管听到什么，别出来。大川不要，他们人太多了。嘿，你小子竟然还敢下车，不要命了！刚刚那个地方人多，这里荒无人烟的正好，我也要找你算账。咦，做的那么隐蔽，竟然让你发现了，只不过我算账。你好像不清大小王啊，没看见我这有多少人吗？你打得过吗？打得过。你他妈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我们足足有20几号人，大小平板都打过我们，敌人看多了吧？你们是人多，但是你们敢拼命吗？我不同，为了那批货，为了那个女人，我可以把命豁出去。我不能出去，我出去只会拖累他。不能走，大川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不是让你锁好车门吗？你在外面拼命，我坐在车里听着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想过了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，所以我下来。如果你死了，我陪你。还有人来了，不会是他们的援兵吧？你就是江大川，谁派你来的？赵刚你认识吧？他欠刀哥20万，赵刚跑了，但这笔钱总得有人还。刀哥，你们跟盐湖城的光头是一伙的？不，光头是刀哥的手下，我可不是，我只是拿人钱财，替人办事。你想怎么样？原则上我们只谋财不害命，车留下，给娘们留下，你可以走。车是我的，人也是我的，不能给你们。兄弟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好说话，但这玩意儿不好说话，逼急了可是要出人命的。兄弟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跟这帮人火拼已经受了伤，我们手里还有响，你拼不过的。拼不过也要拼，有骨气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咱们比划比划。你要是能跟我打3个回合不倒，我扭头就走。你不用家伙，我从来不占人便宜。你有枪不用，算是让我一手，那我也让你一手。有种！住手！马哥，闭嘴！说好的1对1单挑，就是对1都不许动！你他妈是不是不知道疼？知道，但能忍。我干了15年这行，有跪地求饶的吓尿站不稳，有人扛完命了还敢拿胳膊的，你是头一个。这些人都是你一个人干翻的，牛逼！我老马这辈子就服你这样的真男人。所以我说到做到，这件事儿我不再插手。刀哥那边你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我就说你小子是个硬骨头，我啃不动。兄弟，提醒你一句，20万的账刀哥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你自己掂。我以为今天死定了。江大川，身手不错呀。你是谁？道上的人都叫我刀哥。赵刚欠我20万，你把车和人都带走了，这账就算在你头上。我知道你现在要去蜀川318国道，不是那么好走。你想怎么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把车和人留下。说忘了，那就把车停路边，人滚蛋。要是还硬闯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你可以试试。大川，谁的电话？刀哥，他在前面安排了人。他们想干什么？
他们要车，还有你。大川，你不会扔下我的，对吗？我说过，只要我还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大川，你说刀哥还会派人来吗？会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怎么办？在盐湖城我不一定能斗过他，但这里是318，这条路我跑了7年，哪个弯道有暗兵，哪段路容易塌方，哪个加油站油品好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。那是我的地盘，在那里跟我斗，他讨不到好处的。前面有人抛锚了，要帮帮他们吗？坐稳。这种把戏我见得多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假的？第一，他们抛锚的位置太巧，正好卡在弯道盲区。第二，那2个人穿的鞋是新的，不像是跑长途的司机。他们追上来了，他们越来越近了，不怕死的话，就让他们追。甩掉了，还有2个。方向现在都。况别拉车段严重，有雪崩风险，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，请绕行。这个时候还遇到雪崩，大川，我们要不要绕路？不用绕，雪崩来得更好，坐稳了。他们想打轮胎，大川，我们怎么办？赌一把，他们想要我们的命，那就让他们拿命来换。这个时候，你为什么忽快忽慢？我在算算什么？雪崩的时机。就是现在！他们都死了？不知道，但至少追不上来。我早就知道会雪崩。这种路段，车队的震动容易引发雪崩。我忽快忽慢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的车跟在我的震动频率后。你连这个都算到了？我说过，这条路我跑了7年，在这里没人能战胜我。涛哥会把凶吗？不会。他下一关会在哪儿？通梅大桥。那我们要怎么过去？有一条废弃的老路可以绕过去，当地人叫鬼见愁，只有老司机知道。那条路安全吗？比通梅大桥安全，至少不会有刀哥的人。这条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知道的人不多，这是当年修318时的施工干道，后来新路通了就废弃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5年前有一次通波大桥断了，我急着送货，是牦牛带我走的这里。牦牛？他是我兄弟，也是跑车司机。大川，你说刀哥会在通章等我们吗？会，他那种人不会轻易放弃。那他会不会猜到我们走这条路？不会，这条路只有我和牦牛知道。刀哥，等了4个小时了，那小子还没出现。不可能，这是去蜀川的必经之路，他跑不掉。会不会走别的路了？没有别的路，除非去把牦牛叫来。牦牛？他不是在年迈市吗？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来，那件事我就说出去了。哪件事儿？不该问的别问。江大川，你跑不掉的。大川，我们能顺利到蜀川吗？当初你也问过我们能不能顺利到萨省，结果你知道了。对，我们一定会顺利的。那是牦牛的车。他怎么会挡在这里？难不成他是刀哥的人？问问就知道了。大川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大川，没事。你女人？我管账的。哦，刀哥让我来的。我想知道，你这么正直的人，怎么会替刀哥卖命？我欠他一条命。什么命？大川，别问了，你就当我变了。你没变，你只是有事瞒着我。3年前，我出了一件事儿，那件事儿只有刀哥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我跑长途的时候撞死了一个人。那天我太累了，连续开了20个小时的车，那个人突然从路边冲出来，我来不及刹车。事发之后，我很害怕，我跑了，没有停车，没有报警。然后呢？刀哥帮我摆平了，他找了个人顶罪。他为什么要帮你？他说，他欣赏我，说他需要我这样的人。所以你就替他卖命？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没办法。如果那件事曝光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女儿，
他还在读。你有女儿？在蜀川读大学，3年没见了。他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以为我只是忙，没时间回家。你打算瞒他一辈子？牦牛，你欠刀哥的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还，你帮他堵路、劫车、吓唬人，这种事做多了，迟早会出大事。我知道，但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有，去自首。3年前的事，该赔的该认的认，坐完牢是这条汉子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让刀哥控制你一辈子。不行，我女儿，你女儿不会因为你有过错误就不认你，但如果你继续替刀哥卖命，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，她一定不会原谅你。大川说的对，你女儿等了你3年，她想要的不是你的钱，是你这个父亲。是刀哥。牦牛，我就知道你会信任我，所以我亲自来了。刀哥，大川是我兄弟，你放他走，那20万我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跑3年能赚20万？我拿命还。你的命可不值20万。我的事儿不用别人扛。你有种，今天你别想活着出去。刀哥，你让他们走，不然我跟你们拼命！牦牛，我救过你的命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，你就不怕我把那件事捅出去？那件事我不怕了。说什么？我去自首，你威胁不了我。既然这样，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今天干脆死在这里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我在川藏路上跑了7年的路线图，每条便路、每个检查站、每个加油站都在上面，其中的价值你应该清楚。地图给你，咱们2清。有了这张地图，足以称霸川藏线。这份地图的确值20万。现在能让我们走了吧？很遗憾，不行。地图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能把地图给我，也能给别人，那时候地图就不值钱了。所以只有你们死了，这张地图才是独一无二的。刀哥，你疯了！牦牛，你以为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靠的就是心狠手辣。反正你快死了，我干脆跟你摊白吧。你以为3年前那件事是意外？你以为我帮你是在救你？什么意思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3年前那个被你撞死的人是他。你说什么？让你以为自己撞死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需要一个替我办事，但你太正派，不会替我卖命，所以给你设了个局，让你以为你撞了，让你以为你欠我一条命。事实证明，我做对了。这些年，你替我堵路、劫车、吓唬人，替我挣了不少钱，而你还傻傻的对我感恩戴德，真是蠢到家了！哈哈哈哈！你不是人！我当然是人，我只是比你们更聪明。时候不早了，送他们上路。大川，对不住了，连累你了。连累个屁呀！他们本来就是奔我来的，别说废话了，活着出去再说。先把有响的干掉，1人1个。好，咱哥俩好些年没并肩作战了。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去死吧！大川，小心！放掉！放掉！你别说话，别说话！帮我照顾我女儿。你自己照顾，你给我撑住！告诉他，他爸不是坏人。放掉！他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牦牛3年害他不敢回家，不敢见女儿，你该死！你敢杀我？杀人是犯法的，以后你就是杀人犯，还怎么跑车？我不杀你，但你以后别想好过。3年前那个被你撞死的人是我安排的，那个人早就死了，是被我打死的。 3年前那件事儿，还有这些年你干的脏事儿，都会查清楚。下半辈子你在牢里过吧。大川，牦牛还有呼吸，快点上！程程，你女儿还在等你。大川，他流了好多血，止不住。咱们紧一点，快到医院了。大川，别说话，省着力气。你行的，
你女儿还在等你，你说过要见她的。别管我了，你们这趟货赶时间。去你妈的！钱能有你的命重要吗？告诉我女儿，她爸不是坏人。你自己告诉她，你给我撑住！医生，有人动车了，快！回去手术室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他会没事的，对吗？大川，你要不要先去处理一下伤口？你身上也有伤，你流了很多血。牦牛流的更多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他命大，来晚1分钟，命就没了。大川，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我还活着，那就好。我还欠你一顿酒。好，我请你。刀哥呢？录音笔里的东西已经交给他处理了，他跑不掉。我出来，我就该去了。也不松手。这车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吧？听说是从川藏线回来的，命真大！我的天，江师傅，你们这去打仗了？不太平，验货吧。江师傅真有你的！刘经理，货完好，一个都没坏。我看新闻说怒江那边塌方，好多车都翻了，我还担心你们。运气好，这可不是运气，这是本事。这是尾款17000，这是奖金。这趟路太险，你们拿命换的，拿着。树木队，江师傅找了个好管家呀。对了，我们有一批去昌都的建材，运费也不低，你们接不接？车子受伤太多，等会儿。他真的不动了。老侯姐，辛苦了，谢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车的事儿别灰心，谢了。大川，我们现在手里总共还有41200块，接下来怎么走？这笔钱够咱们在老家县城盘个小门面，做点杂货买卖。要是你还想开车，咱们也能凑合买辆2手的货车，拉点零散货，在蜀川周围跑跑短途，拉点零散货。这点钱还不够，我妈后续的治疗要花不少钱。另外，我还有一群在受苦的兄弟。你的想法是？我想开个物流站，你管账，我把那伙兄弟喊来，他们过得很苦，但是个个都能顶事儿。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跟你。那我们就先挣钱。川藏线这块肉，别人吃的，我也吃的。可是4万块连个首付都不够，一辆能跑高原的新车落地得20多万。明天去郊区的拆车厂见一个朋友，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大川，咱们来这儿干啥？不是买车吗？新车买不起，2手车况况好的也贵，只有这儿能淘到我要的东西。母老鼠，哟，这不是川哥吗？听说你这趟活闹出不小的动静，盐湖城那帮人都没拦住你，来我这儿有何贵干啊？少废话，昨天我问你的东西呢，你说你这里有，你川哥开口，我哪敢怠慢？不过丑话说前头，这货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，也就是因为没手续，不然早被人抢。或者昌维斯 M11发动机，330马力，从一辆刚跑了不到5万公里的进口车上拆下来的。那车主是个倒霉蛋，在高速上追尾，车头扁了，但这心脏完好无损。配套的箱子呢？在这儿，巴士特10档箱，带高低速，5步器都在，挂档吸入感极强，还有后桥我也给你备好了。斯泰利轮边减速桥，4匹4.8，爬坡那是杠杠的。来个价5万，不二价。瓜哥你是行家，这配置你去买新车，没个30万下不来。太贵，这机子是好，但没手续，装上车就是黑户，年检都过不了，只能跑黑车。除了我这种敢拼命的，没人敢。3万。我说你抢劫！我这辆科米斯当废铁卖也不是这个错。3万2，现钱马上。不行不行，一场4万5，3万5，一分都不能多了。这东西放你这一天就见值一天。你要是点头，钱你拿走；你要是摇头，我们转身就走。行，成交。也就是川哥你，换别人我腿都给他打折。你男人是个疯子，这活儿5个修理工都得干半个月，他一个人1个星期就搞得差不多了。老伙计，你又活了。这么一改装，它不再是一辆破车，换上了全新的心脏和骨架，
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。现在可以找货了。这个车牌拉不了。不行不行，赶紧走！没有单，没有单，你们走吧。没单不要紧，但是我要问个清楚，你们好像在针对我，为什么？哥们儿，你们在萨城得罪人了。萨城藏达物流的刀疤脸，还有那个赖长贵，他们联手放了话，谁要是敢给你配货，以后进藏的货一律不让在堆多德策下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疤脸赖长贵，大川怎么办？被信息部封杀就等于断了粮道。跑散货，去建材市场自己找。那些灵活运费低的可怜，有些连油钱都顾不住。大川，刘经理，咱们可以找他帮忙介绍路子。大川啊，我手上暂时没活了，你去西南物流集团，张总正需要人送货进藏，你正合适。老刘跟我说过你，萨城那趟活干得漂亮。不过你这个车能进藏吗？这车龄得有10几年了吧？能跑出水川，就算烧高香了。咱们这批压压器可是要送去年迈市，几百万的设备，敢用这车？徐宁生，这动静，康弥斯把这批10大箱开朗后头，这批货交给你，我放心，运费3万，10天内送到。接了。这是同行的司机，路上你们要好好照应，这条路可能不会太平。张老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个竞争对手叫张老三，他一直盯着我的货，你的意思是会来劫道？不排除这个，所以这趟活尽管运费高，没几个人敢接。大川，我们还接吗？还等着挣钱开战呢。别说什么张老三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从我手里把货抢走。好胆量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子狠劲儿。走，签合同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杨师傅，你这货车跟得上吗？要不要我慢点？不用，你按你的速度开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川，他们故意的。坐稳。王哥，我刚才弯道没减速，这么大的功力，他竟然能漂移过弯，这车技了不得啊！老王，你跟得上吗？跟不上说一声，我慢你。大川，你太坏了。跑川藏线靠的不是嘴，是实力。全体减速，前面路面有问题。能有什么问题？我天天跑这条路。操，爆胎了！这路上怎么会有钉子？不是自然掉落的，是有人故意撒的。谁干的？这条路除了我们还有谁要走啊？张老三，他这么快就下手了吗？这怎么办？这么多钉子，剪也要剪半天啊！这样会拖慢我们的速度，就麻烦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老雷，橡胶板拖在地上，能把钉子扫到路边。这办法好。跟你我，别超车。张师傅，刚才谢了。别谢我，谢你自己命大，下次别逞能了。知道了。例行检查，请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你这车超载了吧？后面拉的什么？通信设备没超载。有没有超载你说了不算，得过秤，过磅费500。过个磅要500，你们这是抢钱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规定。张师傅，这些人是专门设下假收钱的，给他们就是别惹麻烦。嘀咕什么呢？赶紧交钱过磅，别挡住后面的车。该给的钱我会给，但是不该给的钱我1分钱也不会掏。我得问问交管局，这条路什么时候开始收过磅费了？行，你有种，不收就不收，赶紧滚！不交钱，那就等死吧。江师傅，你真有种啊，敢跟检查的硬碰硬！他们是假冒的，正规的不会这样说话，而且过磅费最多200，从没收过500。你眼睛真毒！前面是下坡路，雾很大，减速，保持车距。收到，收到。我的刹车没了！老王，关低速档，有发动机制动。挂了，没用，惯性太大了，速度下不来。操！大川，你要干什么？救人！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救？老王，我用车身逼停你，你控制好车辆。这样太危险了，一旦失误你会死的。那就别失误。掉了，又掉了！
你出门前检查车了吗？检查了，检查了刹车会失灵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气管怎么断了？切口整齐，不是自然断裂，是被人用剪刀剪的。谁干的？老子弄死他！检查站那2个人，有人趁我们不注意钻到了车底。张老三，一定是张老三的人。那怎么办？报警吗？妈的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！张老三的王八蛋，摆明了要我们的命。对，咱们杀回去，砸了他的车队。我老王豁出去了，今天飞机的命。站住！你们回去干什么？打一架？然后呢？货怎么办？延误了谁负责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也要咽。如果我们折回去，货物一定会延误，这就上了张老三的当了。那我们就这么忍了？出来跑活要拎得清主次。我先把气管撑到下站，到了修理厂再换新的。张总出事了，张老三的人在检查站动了手脚，我刹车管架下悬崖，是江师傅用他的车把我顶住的，不然我现在已经没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江师傅。他做的对，现在开始由张大川全权负责，他是队长，运费团费24道，再加2万奖金。老王，你服不服？服！我老王心服口服。我老王跑了10几年车，从来没服过谁。今天我服了。刚才我还跟看车，手指劳而已，换了谁我都会救。没人会拿自己的命救人的，江师傅不，川哥。以后你说什么，我老王绝不说半个不字。行了，检查自己的车，10分钟后出发。大川，张总让你当队长了。你好像不太高兴。队长不是荣誉，是责任。出了事，第一个扛的是。但你扛得住。大川，你说张老三为什么要3番5次的搞我们？为了这批货，通信设备价格不便宜，张老三是想截货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送到为止，他想截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大川，这里的风景真美。美是美，但路不好走，车子容易出问题。川哥油表亮了，得加油了。我也是，快见底了。前面2公里左右有个加油站，去那儿加。师傅，加油！4辆车全加满。没油？没油？你这是加油站，怎么会没油？说了没油就是没油，去别说加油。这附近就你一个加油站，我们去哪儿加？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走，去下一个加油站。走，没有油，你们上别的地方去。又没油，这已经是第3个加油站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摆明了是针对我们呀！我管你们呢，反正就是没油，赶紧滚！加油站是你们，你不给我们加油，我不挑你的理。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吩咐你的，不给我们加油？没人吩咐，走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们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招呼你。我说，是康巴郎，这一带的地主蛇没人惹得起。康巴郎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前面几公里有一个加油站就是。大川，我们去哪儿？既然康巴郎不让别的加油站给我们加油，那我们就去他的加油站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掀老子的场子？加油！你们妈的头！你看这一路上有人敢给你们加油吗？识相的把车留下，人滚蛋，不然老子把你们腿打断！我再说一遍，加油！给你脸了是吗？放车小心！谁还要试试？愣着干什么？把油加上。哦，这是油钱，1分不少。我们是跑车的，不是强盗。告诉康巴郎，想玩阴的，我们奉陪到底。打电话给狼哥，就说有人砸场子。大川，他们会不会追上来？大概率会，这种狠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川哥，刚才那几个人看起来不好惹。我知道，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，听我指挥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先动手。不动手？他们要打我们怎么办？我来处理，你们别说话就行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！车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靠边停下。大川，没事的，一切有我，你待在车里别出来。你是康巴郎？没错，这一带我说了算。你的人拦着不让我加油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动手。张老三给了我10万，让我拦你的车，10万块够我们弟兄们花一阵子了。人我打了，油我加了，你说吧，想怎么样？哼，脾气还挺暴，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形势啊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还敢这么横？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？在加油站是你的人先动的手，川哥才还击的。
在我的队不给了我的面子，后果很严重。康八郎，你身后有30个兄弟，我不怀疑你们能把我们砍死。在我倒下之前，我一定能拉你垫背。还有你的那些兄弟，至少得留下17、18个给我们陪葬。家伙，你可以试试。安哥，别被他唬住了！我们30号人，就不信弄不死他们几个。听见没有，我的弟兄们，不怕你危险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狗急了会跳墙，兔子急了会咬人。你要是逼得太紧，我们就算死，也会从你们身上咬下几块肉来。兄弟们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对，大不了一起死。康八郎，为了张老三那几万块钱，搭上你的命，这笔买卖划算吗？我佩服你的胆量，但是你打伤了我的人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传出去，我康八郎还怎么在这一带混？你说的对，独眼龙的手是我废的，你要面子，我给你砍我一只手，咱们两清。不要！川哥，别这样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！你小子，真以为我不敢？你是真的不怕？怕，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康八郎在藏军混了20年，见过不怕死的，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你是条汉子，我佩服你。让路，聋了吗？让路！可是张老三那边怕什么？张老三再有种，敢来藏区找我要钱吗？下次经过这里，提前打个招呼，我请你喝酒。好。大川，你杀死我了！我说过，不会有事的。川哥，你刚才你就不怕他真的砍下来？当然怕。那你还……他如果真的砍，我也认了。一只手换咱们几条命，值了。走吧，继续赶路。大川，你说康八郎会不会反悔？不会，藏族人重信用，说了让走就让走。川哥，刚才那一手真绝，我现在想起来都冒冷汗。就是，我还以为要打起来呢，结果几句话就解决了。宽哥，你这嘴皮子比拳头还厉害。别拍马屁了，专心开车，前面就是金沙江了。大川，金沙江那边会不会还有埋伏？有也不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大川，不对劲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有人清场了，是张老三的人。十有8、9是他。川哥，要不我们绕路？来不及了，全体注意，不要停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气管又断了。谁动过你的车？不知道，之前检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又是被捡的，谁动的是你？那人是谁？是水鬼，他们埋伏在桥底下，趁我们经过的时候钻进车底，切断了气管。那怎么办？我的车动不了了。江大川是吧？张老板让我问候你。车坏了吧？要不要帮忙修？一口价10万。这个车10万块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们可以不修啊，但是不修的话，你们的货怎么办？不送了吗？我们自己修，不劳烦你们。哟，你还会修车呀？行，我看你怎么修。老大，万一他真修好了怎么办？哪有这么容易？就算他修好了，他过得去吗？老王，试试刹车。行了，好小子，还真有2把刷子。但是那又怎样？今天不把货留下，你们谁都别想过去。这是要明抢。是又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乖乖把货留下，否则我把你们扔到江里去。川哥怎么办？这才出狼窝又进虎穴啊！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，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。别冲动，对方人多，我们直接开车冲过去。所有人上车，全速冲过去！你他妈疯了！再冲！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有种就别躲！江大川，你等着，张老板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的气管是我用铁丝绑的，撑不了多久，得找个修理厂换新的。前面几公里有个小镇，有修理厂。走，去修车。张老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老板，听说你在江大川手上栽过跟头。那次是他运气好，怎么？张老板也跟他有过节？这批货价值500多万，我的人在金沙江没拦住他，他现在快到年迈市了，我的人手不够，想请你帮忙。张老板，你这是想借刀杀人啊？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出20万，你帮我截下这批货，货归我，钱归你。20万，
张老板也太小看我了吧！你本来就跟他有仇，跟我合作，一来能报仇，二来还有钱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行，这活我接了。这是10万，事成之后再付10万。放心吧，张老板，我刀疤做事儿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这个江大川，他绝对不会活着到年迈时。车子修好了，希望接下来这段路平平安安的。距离年梅市还有100来公里，兄弟们保持警惕，千万不要松懈。怕什么？前面那么凶险，咱们都过来了，就剩这点路程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越是快到终点，越危险。是桑达的人。杨大川，又见面了。老八，上次我饶你，还敢惹我？你他妈还敢提这事儿？今天老子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，看见没有？今天你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。哼，只要有路我就能过去。他妈瞎了！这哪来的路？你是飞过去还是钻地过去？把推土机撞开，我们就能过去。撞开土机就凭你这辆破解放？哈哈哈！兄弟们，这个疯子要用破车撞我的推土机！哼，他那车连推土机的铲斗都够不着吧？估计一撞上去就得散架。行，老子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撞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破车硬还是我的推土机硬。大川，你真要撞？那是推土机。不撞，我们就困在这儿了。可是，相信我，也相信我们的老虎姐。来呀，过来，让老子看看你的本事！哈哈哈，自不量力！再来呀，把你的破车撞砍价了，老子直接拉去报废！江大川，你今天就死心吧！川哥，我来帮你！老王，退回去，危险！你一个人撞不开，我们一起！还有我，川哥，一起上！是，你们他妈都不要命了！好，那我们就一起上。干他娘的！不能，这不可能！竟然真的撞开了！我说过，只要有路，我就能过去。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敢干？川哥，我们成功了！那推土机被我们撞开了！哈哈，看那刀疤脸的脸，跟吃了屎一样。川哥，你刚才那一撞太猛了，我还以为要散架呢。别高兴太早，赶紧加速通过。杨大川，我承认你有点本事，连推土机都能撞开，但是这辆斯卡奇亚，你又拿什么应对？能撞开你的推土机，也能撞开你的斯卡奇亚。哈哈哈哈！你们听见没有？他说要撞我的斯卡尼亚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大哥，他那破车连斯卡尼亚的保险杠都够不着，估计一撞上去，发动机都得飞出来。川哥，冷静点，这可是斯卡尼亚。江大川，老子这辆斯卡尼亚500匹马力，车15吨，您的破解放330匹，车重不到10吨，你拿什么跟我撞？车不是靠手去开的，是靠人。行，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碾压！来呀，谁送谁是孙子！你真要跟他撞？他的车比我们大那么多，大没用，得看谁不怕死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把货留下，老子留你一条全尸。你说过，只要有路，我就能过去。你不让我，就撞！那就来吧，谁的骨头硬，50米。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差距！再来啊，老子陪你玩到天亮！爸爸，你不看，我就不看。再来！你的车快散架了，再来几次，不用我动手，你就报废了。那就别撞了，我们想想别的办法。
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哎呀，怎么不来了？怕了！走来了。你的车是停了，带你放心。你他妈是不是不知道疼？疼，那能忍。来继续，你撑不住了，你的车撑不住了。撑不撑得住是我的事儿，敢不敢撞是你的事。他怎么躲了？因为他怂了。大哥，你孙子躲了，我不敢撞了。哈哈，500匹马力有什么用？中弹一个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车比我大，马力比我足，但你输了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怕死。你明明占据优势，越撞越怕，到最后连撞都不敢撞。你这种废物，就算给你一辆坦克，你也撞不过。给我追！老子要弄死他！大川，他追上来了，还有枪！老王，你们先走，不用管我。川哥，听我的，我有办法。好！你个杂碎，给我站住！既然你不要命，我就成全你。给我跟紧了！今天不弄死他，我就不叫刀疤！转弯，快转弯！江大川，久仰大名。你就是张老三，手笔真大。我派了那么多人马都拦不住你，只能亲自来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把刀疤逼进江里，他现在下落不明，生死未知。你说我要是报警，你会不会坐牢？大哥，他这是威胁。哼，不是威胁，是交易。你把货给我，就当不知道；否则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你说我把刀疤逼进江里，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那个路段有监控，以我的手段调个监控不难，销毁一个监控也不难。张老板，这条线哪个地方有坑我都知道，那里有没有监控我会不会知道吗？我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位置动手？好家伙，原来你是早有预谋啊！行，既然用刀疤威胁不了你，那我只能明抢了。既然你们要硬抢，这批货只能让给你。这一路上你可没有这么服过软啊！该拼的时候拼那叫勇，不该拼的时候拼那叫蠢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家伙，我们再怎么拼都没有胜算，还不如让给你，少受点伤。早知道你这么识时务，就不用搞得这么麻烦了。你们几个去把货卸了。张老板，卸货之前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知道这批货是什么吗？不就是通信设备吗？变压器吗？是通信设备，但也是国防物资进藏支援边防建设的。张老板，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说白了，这批货是军需。张老板，你混了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什么能碰，什么不能碰。你吓唬我？反正货就在这里，你有种就抢了去。但明天捉捕你的是什么人？你又会是什么下场？闹了！你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是啊，万一是真的，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行，江大川，钻进来。大川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批货确实是支援边防的，但不是军需。张老三不懂这些，吓唬他足够了。我操！原来你是吓唬他的，我刚才都信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把货送到目的地。江师傅辛苦了。验货吧。张总，货全部完好，一件没坏。好，太好了。这是运费加奖金，一共8万，你点点。数目对。江师傅，你这一趟跑得太精彩了，我想请你来我公司当副总，月薪5万，年底还有分红，你考虑考虑。张总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打算开一个自己的物流站。你这种人确实不会给人打工，算了，我也不强求，你有想法的时候随时找我。谢谢张总。这是你开物流站应该还缺不少钱吧？这朋友姓周，女的，有一批药材要送，运费4万，你接不接？
姐，那你直接联系他，他叫周景，人不错，就是脾气有点急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大川，加上这趟赚的8万，我们现在有10万多。开物流站起码要20万，再跑2趟就差不多了。大川，你说过要带兄弟们过好日子，老王他们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要是愿意，以后跟着我干。他们肯定愿意。妈的手术做完了，接下来该为自己活了。那我呢？你跟着我，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就是江大川？是我。我是周景，张总给我介绍过你，说你是川藏线上最好的司机。张总过奖了。这位是管账的苏梅。苏小姐好。这批药材是藏红花和虫草，总价值400多万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受潮，不能磕碰。我会开车跟着你们去。明白。各位师傅，过磅装车吧。好嘞，周小姐。后续装。这批药材我们老板要了，价格加2成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来抢我的货？这你就别管了，生意嘛，价高者得。你们要卖给他？周总，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啊，能多点钱总是好的。对呀，你们当老板的赚钱容易，我们种点药材可不容易，做人要讲良心啊！去年大雪封山，药材运不出去，你们跪在我公司门口求我收货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养家糊口？现在跟我谈良心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提他干嘛？感情能当饭吃？周老板，你要是出起这价，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这位老板看来财力雄厚，不知道你怎么结算？先付2成定金，等货运到了目的地后，再结余下的8成。周总，我们是怎么结算的？我一向都是现款全结的。情况你们都看到了，卖给周总，你们现在就能拿钱；卖给其他人，最后的钱能不能拿到，可就不好说了。那我们还是卖给周老板吧。对，周老板靠谱，给钱这一块从来没和我活腻了，敢坏我的好事儿。你要是给不起钱，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看今天谁能把这批货带走！谈生意就谈生意，用刀子可就变味儿了。我就动刀子了，你能怎么着？还愣着做什么？我操！回去告诉你的老板，生意归生意，如果想玩阴的，这就是下场。滚！现在能装货了吗？能，马上就装。谢谢你，江师傅。不用谢，分内的事儿。费4万，再加2万，算是谢礼。谢谢周小姐。叫我周景就行。江师傅，路上小心，那群人可能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他们十有八九在前面等着。你是说他们还敢劫道？400多万的货，加上丢的面子，足够让人铤而走险。那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但你得听我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就是觉得那个周景看你的眼神不对劲。你想多了。我没想多，你没看他刚才看你的样子，眼睛都快长你身上了。他只是担心他的货。是吗？那他为什么多给你2万？人不说了吗？是谢礼。你就是心大。别想了，我心里只有你。
这还差不多。周小姐，这段路容易出事，您跟紧我。知道了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这条路我跑了3年了，从来没出过事。谨慎点，总没错。小毛，你干什么？周总，让你看看我的技术，绝对不比江师傅差。干什么？不准超车！江师傅，这条路我跑了3年了，闭着眼睛都能开，就别操心了。小刘，别死了，这是江师傅的。没事的，信我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江大川，你他妈有病吧？路是你家开的。江大川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跟你讲，这修车钱得你出，不然……如果不是我逼听你，你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逞能。记住了，经验不是用来逞能的，是用来保命的。我记住了，接下来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几块石头不像是天然掉落的。我是说，有人故意扔下来的。那我们退回去，这地方太危险了。完了！周老板，初次见面，鄙人外号金爷，想跟周老板借点路费。嘿嘿，跟我抢药材的就是你。没错，本来我想花点小钱从药材把骗来，再转手卖个高价的，没想到被你给抢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让你破费了。还有那个司机，他敢断我兄弟的手，得把一双眼睛留下。江师傅，怎么办？要不把货给他，我再多给他点钱，把你的眼睛保住，就当破财挡灾了。没用的，他们是匪，你就算都给他了，他们也会杀人灭口的。嘿，你这司机经验够深的，那我就摊开说了，今天货得留下，人不能走。万一你们跑出去报警，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下车，冲过去！可是路被堵住了。拼一把还有机会，留在这里一定死。不用追，他们过不去的。硬冲的话只会翻车，我们等着看好戏就行。小刘，听我指挥，放空挡，放开！我不喊停，也就过不了防人喊发。给我过！过来了，我们过来了。我们是过来了，可他们怎么办？好小子，车技不赖呀，但你的车身这么宽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大川，方向不对，就是要不对。你要怎么过去？从山壁上过去。老伙计，看你的了，这招叫壁虎扶墙。不是垂直的，有70多度，严能拖住轮胎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这小子在干嘛？难道是知道过不去撞墙自杀？他是怎么过去的？我不会看花眼了吧？金爷，是真的，你看山壁上，真的是从上面开过去的。小刘，快走！好。给我追！我要他死！大川，那种车技你是怎么学会的？以前开车经历多了，更极端的情况我都遇到过。他们追上来了！小刘，跟紧我，别掉队。知道了。妈的，他耍我们！朱总，趴下！找死！上一个跟我斗车的，已经在江里喂鱼了。妈的，江大川，老子饶不了你！
周总，你没事吧？江师傅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别哭了，安全了。放开他！你别把血蹭到人家那几万块的风衣上，咱们赔不起的。苏梅，别胡说，周总是吓着了，我吓着了就要抱这么紧吗？疼不疼？忍着点啊，我要消毒了。你说你为了救别人，连命都不要了，那子弹要是再偏一点……江师傅，擦擦脸上的血吧。不用了，周总，这手帕太贵，我们粗人消受不起。大川是我的男人，他受伤我会管，就不劳周总费心了。苏小姐别说的这么绝对，这趟路还很长，什么都可能发生，对吧，大川？哼，以前还叫江师傅，现在大川叫的这么亲热，装都不装了。哎，你拧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人家都喊你大川了，下一步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你别瞎想了。我没瞎想，我就是心里不舒服。你是我家管账的，除了你，谁都不好使。死样，回头再给你算账。大川，你这车跑完这趟该报废了吧？你救过我的命，我送你一辆斯坎迪亚。谢了，周总。但这车是我的老伙计，他虽然老了点、丑了点，但陪伴了我很久，救过我好几次，我不会舍弃他的。行，你说了算。周总，吃饭了。条件简陋，将就吃点，喝点红酒能软化血管，解乏。大川，吃面了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这面条筋道，热乎，吃了能顶饱。穷酸样，有牛肉不吃，吃面条。闭嘴！这个男人有点意思。苏梅能给你温饱，但我周瑾能给的是天下，是未来。我不信这世上有不爱吃肉只爱吃面的狼。狼是狼。这有多少只啊？是狼群。上车！锁门！狼群来了！苏梅、周总，立刻上车！上去！听话！如果玻璃被狼冲碎，就拿扳手狠狠敲！你给我搭把手！不想被狼掏了肠子，就得拼命！狼怕火，只要火不灭，他们就不敢轻易扑上来。千万不要怂，否则狼会直接对你发起攻击。知道了，川哥。别松劲儿，他们在试探。水狼王，独眼的狼王。这狼王怎么不动？他在试探，如果大川怂了，他会马上发起进攻。大川，走了。
是了，阿贤，我没事。这男人，我要定。老板，有解放141的玻璃吗？不用新的，拆车的也行，只要没裂纹。有是有，包光包料2000。2000？对，2000，少分钱都不干。你抢钱啊！我们在别的地方换个新的才几百块，你这敢要2000？嫌贵，嫌贵，你们往前开啊！2000是吧？我再给你加500，把你这最好的柴油给我加满。另外检查一下全车的油路和电路，只要有隐患的零件全给我换好。钱不是问题，要在半小时内搞定。好嘞，老板大气。谢了，兄弟。死人沟的事儿听说了没？什么事儿？今夜被人打脸了，悬赏10万块钱，找一辆路桶和一辆绿色的破解放。10万啊！只要提供车辆踪迹就有3000拿，要是能把车拦着，那就是10万现金。现在这一片跑车的、修车的、开饭馆的，眼睛都绿了。3000块线索费，10万块拦车钱。今夜动手了，10万赏金，全县的人都在找我。10万块，我的命就值这点钱？我们在一起太显眼了，分开走，你和小刘先出发。不行，昨晚几只狼就把他吓得够呛，我的命只能交给你。你这是在玩火！我不怕火，只怕死的窝囊。这驾驶室坐不下3个人。修车的钱是我出的，而且我是货主，有权盯着我的货。你要是觉得挤，可以去做陆巡，那儿宽敞。别闹了，坐就坐吧。小刘，你先走，注意安全。喂，金爷吗？那辆破解放往南边方向去了，3个人，1男2女。周老板，裤子挺薄，别冻成老寒腿。我不冷，还觉得有点热。江师傅，暖风开太大了。没开暖风，是发动机的热气，嫌热就下去走走。江师傅好大火气，不过我就喜欢你这股硬气。周警，你给我撒手，不许勾引我家大川！都别闹，麻烦来了。绿皮解放，车牌对上了，是路匪，不是普通路匪，看他们的眼神，不像是为了几百块过路费。应该是收到了金爷的消息，特意来堵我们的。姓金的说了，拦下来10万，抓司机再加5万。兄弟们，发财了，上！现在停车就是死，坐稳了！快跑，这疯子要杀人！这他妈还是人吗？一群想钱想疯了的废物！大川，怎么办？我们好像被好多人盯上了。下车买东西。啤酒、白糖、钉子，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既然甩不掉，那就总了结吧。有路走，来这里做什么？走国道，我们就是瓮中之鳖，在这儿车好没有，人多也没用。进了这林子，这就是老子的主场。把啤酒都倒了，我要空瓶子，动作快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做秘密武器。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你不许下车，不许出声，哪怕我死了，也要等没动静了再出来。放心，阎王爷不敢收我。金爷，您这招绝了！10万块买江大川的命，整条道上全是咱们的眼线。出来混得用脑子。那小子慌不择路，开进林子里，估计汽车跑了，咱们白捡400多万的货。货我要拿，江大川必须死，还有那2个娘们儿，我要亲自办了他们。兄弟们，能不能少不了你们的？妈的，你会不会开车？金爷，这有很多钉子，江大川那小子给咱们做陷阱了。全部人下车，地毯式搜索，我就不信他能飞出去。怎么回事？
几块钱的东西，竟有如此威力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江大川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是个男人就给老子滚出来！他在那儿，给我上，弄死他！军爷，黑灯瞎火的，20多号人，7、8条枪，连个司机都拿不下。谁能打伤江大川，我给20万；谁把他尸体拖过来，老子给50万现金。出来！有本事出来！这小子邪门的很，撤！快撤！星爷，你不是要买我的命吗？你别过来！江哥，兄弟，我错了，我永远不是泰山。那瓶货我不要了，100万、200万，你开价，饶命了！我可以给你10万吧？这条道是我说了算，我能。你这种人留着也是祸。大川，你伤着没有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你也呢？不会再出现了。上车吧，货还等着送。大川，这批货送到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打算开一个物流站，物流站开张那天记得请我。行，给你留个 VIP 位。穿山的风马，带我回家。穿山的风马，把我喊呀。王马王马，一起飞吧。穿山的风马，你听见吗？风还在吹，风还在唱，我和你都在路上。